我们看重量百分浓度，又简称浓度，等于分母用溶质加溶剂，而分子用溶质。分母的溶质加溶剂就是溶液，而重量百分浓度就是溶液分之溶质，然后乘以100%。例如要求盐水浓度的时候，分母用盐加水，而分子用盐，然后乘以100%。又例如盐10克投入90克的水里面，要求盐水的浓度，盐水浓度就是盐加水做分母，分子是用盐，等于10加9分之10等于100%，然后再乘以100%，最后等于10%。好，再看下一页。